来继续来看台中的龙井区农会甲酒厂来合作，推出着小玉啊西瓜蜂蜜的气泡酒。热天来啉正着时，嘛帮助农民行销在地农产。热天时啊，有人爱食小玉啊，有人爱啉麦芽酒，迄两种物件结合做伙，唔知新款的好滋味。为了帮助农友行销，嘛建立在地农产的品牌，龙井区农会甲出名的酒厂合作推出西瓜酒。就是把我们小玉的这个风味加入这个博物酒里面口感非常的棒用蜂蜜酒做基础，让龙井区特色农作物小玉啊做出热天的好滋味。口感非常好哦，我想这个是让夏天冰凉以后，夏天可以消暑解渴。农会欢迎乡亲来试这个伫热天才有的清凉滋味。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